感谢主，今天献诗的没有穿圣歌队服，因为他们呢是我们所有的小组长哈。我们教会有20个小组，如果再加上青少年，大概分3个组，有23个小组。好，当然松联团契也算是一个单位，不过这些小组长他们成为教会最核心的同工，等于是一个小牧师一样哈。这一次我们在28号。228，我们去到林子内的这个灵修中心举行的小组长退休会这个是他们合照，这个是在室内的合照，另外一张就是在户外的充满青翠的树林哈。那我要邀请大家为小组长祷告，因为他们负担的小牧师的责任，要牧养羊群，要照顾，要培育，要关怀，而且要带导。请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从神得到一个属灵的权柄，有祝福小组员的一个神的恩典我们为他们祷告，支持他们顺服他们配合他们的服事。我想神会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做祷告，我们来分享神的话。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满满在我们当中，主感谢你，今天是我们的妇女主日。我们是要透过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看见神在姐妹身上做满满祝福的工。求神带领我们，也要透过你的话语一起来学习，是因为我们知道神所预备的福气是要给那一些愿意顺服神、愿意跟神的话语一起来走的每一个基督徒。神求你赐给我们每个人的智慧，一起学习，一起造就，也一起激励。我们这样恳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我们的小组长他们连续服侍2场了所以他们唱完诗歌，还有各自的服侍，我们就祝福他们。牧师呢，在这3个礼拜连续用使贫穷成富足的主其实这个有关财务，我想是每一个弟兄姐妹大家生活最关心的部分。但是基督徒很特别，基督徒对财务的观念，除了一般的需求以外，有很特别神给我们的任务。我们直到达到这个钥匙，我们就会发现神丰丰富富的供应跟应许。所以原先牧师要分上下2集来讲但是因为上个礼拜、前个礼拜我们有圣餐我们又有和会所以时间有压缩到了，所以就拆成3段。希望弟兄姐妹你会跟这个顺序走得过来那经文我们等一下会再复习了那我们要再一次确认，从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就是上帝对行善就是捐助、记住、照顾、施舍这样的赐福。行善与捐助，从以赛亚书58章10到11节，他应许给我们得到的祝福有这样的述说。我把它拆成3个段落，一起来学习。第一个，圣经先知告我们说，行善就让黑暗变光明。圣经说，假如你们给饥饿的人吃，使穷困的人得满足，你们四周的黑暗将变成光明，黑夜变成白昼。这个是一个我们感到那个光明的面，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处处会发生。我们比较常说在黑暗的地方有亮光，对不对？我们在黑夜，他说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光明。其实行善就是在神的眼中，你就是点亮了一个灯，让没有路的人可以走。弟兄姐妹，行善在我们台湾来讲，我们常常会遇到温暖跟光明面的时候，我们会说哇，我们台湾最美的是人最美的风景是人。其实有很多地方确实是，只不过我们也被一些搅扰、一些混乱、一些攻击、一些征战所影响。但是我想一定不要影响我们对这种光明面的追求。前不久
2个礼拜前，我们在彰化看到一个3姐弟小学生，那一天刚好，说阿伯没办法来载他们，就那么巧，他们3个姐弟牵着手过马路，突然间一辆车子冲过来，把3个小孩撞飞了。赶快急救送到医院，有的送到秀传医院，有的送到我们长老教会的彰化基督教医院。哇，大家看到这个行人被撞，就感觉特别的扎心，因为他没有任何反抗的力量，也没有任何闪躲的力量，所以呢，这些医院他们就赶快说好，我们要尽力救助，有些是免费的。那我们就看到新闻报道说，有人开了一个账户，说要来救助这3个小孩。哇，那个捐款陆续进来，到没多久就超过1000万了。所以那些主办人说好了，应该不用闹那么多，就截止了那个捐款。我们看到台湾人那种暖心的力量，觉得你不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光明吗？一个使黑夜变白昼的吗？我们再继续为这个小孩代祷，因为听说脑部受伤很严重，到底能不能救得过来不知道。但是从这些弟兄姐妹，这些我们台湾的同胞的捐助，我们就看到那种充满了那个感恩感动的力量。这个就是光明，这个就是白昼。同时，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新闻，这2天才发生的，是一个悲剧。因为有一位精神状况有问题的弟兄，他开了一辆车冲到那个派出所的柜台，把一位年轻警员撞倒了，救不起来，还在路上撞了一个巡守员。哇，这个故事让人很觉得很遗憾呐。不过后续还有故事，才发现说这个妈妈3个孩子都有身体状况，她勤俭的去努力去拼搏，就是赚了微薄的钱来照顾这3位有状况的孩子。看起来做错事当然是要负责，不过这位肇事者也已经过世了。不过很多人即使看到这个家庭制造了这个受苦的3个家庭，不过还是有人关心这位妈妈，知道她是何等大的苦毒，那么的难过，还有人要捐款给这位妈妈，说：“哎呀，你太辛苦了。”我们看到说，做错事被谴责、被处罚是应该，但是看到台湾人这种捐助爱心真的不简单。即使到今天，日本人来到台湾，还是在感谢说我们台湾为他们赈灾所做的那个捐献。昨天不是有一个棒球队来台湾比赛吗？哇，满满的观众，还是有那个日本的球迷，还是举了那个牌子说谢谢台湾。感到这种人性的光辉、人性的美好，就是白昼跟光明。弟兄姐妹，圣经还这样说：像永不干涸的泉水。圣经说：“我要继续引导你们，以美物满足你们，使你们强壮，在干旱中得滋润，像水源充足的果园，像永不干涸的泉水。”弟兄姐妹，我们台湾有时候水源太充足了，你都不觉得缺水是多难过的事情。昨天呢，我们跟几位小组的弟兄姐妹去参加我们皮教授的告别式。在车上有位姐妹，她就这样讲说，一听到缺水，她就有一点恐慌，觉得好像没水，好像什么事情天下要塌下来。真的，你如果就遇到没水的痛苦，你就知道了。牧师生活在乡下，有一段时间曾经那个旱灾到什么程度呢？一个很深的井就剩下一个井底要等那个泉水慢慢流出来，足够一个桶子可以把它舀起来，赶快把它拉上来，然后又再等到那个泉水，因为泉水它不会干涸，但是有的快，有的慢。弟兄姐妹，泉水就像永不干涸的，神会祝福。当我们关心穷人、帮助穷人的时候，愿意
乐意奉献的时候，他说会用像不干的权，他说要以美物来满足你们呢。美物不是普通的，是美物，而且使你们强壮，在干旱中得滋润。那样的美好是神所应许的，而且在圣经里面更提醒我们不做善事是一种犯罪责备。看这段经文，雅各书4章17节，如果有人不知道该行善不去行，就是犯罪。哇，已经等同于做错事了，没有做就是做错事，而且是犯罪啊！这个责备是很大的，对不对？那我们这上个礼拜一直看到很多经文在描述神给这些愿意捐献、愿意奉献、愿意关心穷人的一个祝福。在这段话同样给我们满满的能力。他说：“你给人，上帝就满满的给你；你愿意给，神就愿意给你更多。”这段话，他说，路加6章38节，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说：“施与别人，上帝就会施与你们，并且用大升斗，就毫不吝啬的拿最大碗的最大的容器。”他说：“连摇带按。”我们习惯读和合本圣经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它叫做上尖下流，上尖下这个名字，这个名称我们现在不用了，对不对？它其实的意思就是说，好像你一个桶子，我要倒谷粒给你，比如倒玉米啦、倒米啦、倒那个麦子给你，它会倒到尖已经到顶了，它会滑下来，对不对？上尖下流是流到这个外面的，是满意就对，湖杯满意的意思。而且尽你们所能携带的，满满的倒给你们。我想说，如果从一位做生意人来讲，我们都讲投资报酬率，对不对？我发现原来奉献的投资报酬率是最高的。有时候我们投资这个东西还不一定回收的回来了，有时候还亏钱，对不对？神就满满的给我们讲说，你愿意施舍，你愿意捐助别人，你愿意奉献，神就是满满的给你。而且是上尖下流，尽所能的带给你们，这是很奇妙的祝福，而且不是空口说白话，而是历代的基督徒都这样经历，没有一个说是相反的。上个礼拜牧师曾经讲过说，一个愿意奉献的人，没有人他是穷人。我们为了富强教会盖这个礼拜堂，还有买我们对面的在会中心，花了快将近1亿的钱。我们从100-200万开始的，但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10多年了，没有一个人说：“哎呀，因为我们奉献了，让教堂盖起来了，我家变穷人了我要去借贷了我要缴罚款了，缴那个贷款了。”没有，神就满满的供应。这个见证。我们说不完讲不完，所以圣经这样说：你们用什么量器来量，上帝也要用同样的量器来量给你们。你量多，神就给你多嘛。你施舍的多，神说：那这个是你借给我的，我就加倍还给你。弟兄姐妹，第二个要更有意义的奉献，什么奉献呢？就是为传福音奉献的祝福。为传福音奉献的祝福，在哥林多后书9章12到13节有一段话这样说：他说，因为你们的捐助不但供应了信徒的需要，也使许多人更加流露对上帝的感谢。换句话说，因为有足够的金钱或是经济的供应，让信徒有需要，那他们对上帝的感恩就更多。那等于是他是在讲说，因为哥林多的教会帮助了耶路撒冷的母会，他们那边的欠缺，因为这种供应让人家在实质物质上的需要产生对神的感恩其实你知道，从有教会历史以来，教会做了慈善工作，对关怀弱小的工作，包括天主教从来没有缺过，从来没有断过啦。这是我们福音的神的教导。那这段话就让我们更明确，他说这件慈善工作是一种证据一种证据。什么证据？许多人知道你们对基督顺服，对所宣认的福音忠诚，也能慷慨的救济别人，他们就将一切荣耀归给上帝。
你看，一件慈善的工作，在见证人对神基督的顺服，对福音的忠诚，而且能够更慷慨的捐助。这个捐助会产生一种美好的一个效应，美好的良好的效应哈。所以我们可以用两三句话来做一个结论，就是说，捐助不但供应了信徒的需要，也使许多人更加流露对上帝的感谢。你看，这一种善的循环，那个美好的循环会这样子加来。第二个，刚刚讲了，慈善工作是一种证据，使许多人对基督的顺服，所宣认的福音对忠诚，而且能够慷慨救济别人，而且这一切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是因为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上帝。这是慈善工作所带来美好的证明哈。那我们知道，把金钱奉献在影响人生的事上，我这个钱可以用在吃喝玩乐，我这个钱可以像打水漂一样就花掉了，没有任何的回应。但是当把这些钱奉献在影响人生的事，是什么事呢？特别是在宣教、在传福音的上面，很奇妙。就像圣经记载，耶稣去参加迦纳的婚宴，大家喝得很尽兴，哇！没想到那一天可能大家特别有兴趣吧，把酒都喝完了，然后有人来告诉耶稣的妈妈说：“哇，糟糕了！大家刚好做尽兴的时候没有酒，那还得了？”然后耶稣就是叫这些工作人员把水挑过来放在缸子里面，所有的缸都填满了。耶稣的恩典就是让这一些水变成酒了，而且那个酒是超级的好酒。那些喝酒的人说：“怎么搞的？不先好酒先来，怎么把好酒放在后面？喝酒顶上地呢？”哇！我们发现，我们传福音，这些钱用在传福音上面，会产生它的效应，就不是你投资股票哦，赚了好几倍哈那个利息赚多少，那个厉害更大，那个效应更大，因为耶稣把水变成酒。换句话说，可以把平凡的金钱换成一个得救的灵魂。这是我们近这几年来牧师在呼吁大家，随时以传福音为念。但是传福音不能只空口说白话，我们要有武器啊，要有资源啊，要有这样的一个后勤资源啊。那奉献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支柱。我们每一次教会在做福音工作，比如说幸福小组，我们有福音茶会，我们用的钱就是用在我们弟兄姐妹所奉献的这个叫做宣教经会，我们一个宣教的账户。我们就说圣餐奉献有没有？把钱都放在这个专户里面。好，这个小组要举办那个幸福小组，要邀请 best， 要送礼物，要吃点心，而且要一个爱餐。这些费用都是基督徒每一位弟兄姐妹所乐意贡献的。我们看一下这些人信主了，我想你小小的钱所带来的效应，所带来灵魂的得救，那岂不是像让水变成酒那样的美好吗？牧师在10多年前参加过一个跟当时的基督徒很多在高雄跟弟兄姐妹一起去新加坡了，去参加一个福音大会，就是有关小组事工的一个研习会。这间教会叫做新加坡3一基督徒中心。看起来说基督徒中心是不是一个机构？不是，其实它是一个大教会，好几万人的教会。但是他们在新加坡，因为有不同的宗教、不同人的信仰，有华人、有马来亚人，还有印度人，所以他们为了让大家不会觉得好像有一种继承的偏见，说教会我不进去，它就叫做基督徒中心，好像一个俱乐部一样，欢迎大家都来。然后他们呢，每年挑适当的时间举办一个叫做宣教
奉献大会。这间教堂看起来很壮观哈，里面可以装好几千人的大建筑物，他们的设计很特别。在这个墙壁上一个大十字架，中间在一个小的十字架。这一间叫新加坡三一基督徒中心，这个是它的另外一个面，就是它的大门正面的，一个好像体育馆或是像一个大会厅一样哈。这个是叫三一基督徒中心，这个是从2个侧面照的，一个就是刚刚讲的那个黑色的大十字架，左边就是他们的正门哈。好，今天这三一基督徒中心在新加坡是一个大教会，而且他们做了很多宣教的工作，所以当他们在挑了一天，邀请全部的弟兄姐妹一起来聚集，他会安排所有到国外宣教的宣教师还有同工一起到这个会场来报告他们过去1年所做的事工，有的做见证，有的分享，有的激励讲道。其中他们也有派宣教师来台湾呢。在几年前呢，他们也曾派了一位翁作义牧师来我们富强教会来分享有关小组事工，我们也在这边提供场地让他来举办。这位翁牧师呢，他每一次从新加坡搭飞机过来，然后在这边所做的服事住宿饮食，除了在地的教会来招待以外，他们就是自己出钱，就是用这个宣教大会做捐献。那他们办的很像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庆典一样哈，就是他们的会堂哈，你看有很像那个国务纪念馆一样2层哈，这样坐满了人这样子。这他们当天呢，有宣教师从哪一国回来，就带了那一国的国旗从进场等于大进场大家坐满了位置来欢迎他们他们把旗子拿进去，其中还有一支是我们台湾的国旗你看他们就把国旗摆在最前面大家做见证跟分享。他们就是激励大家说，好，我们有很多专业的传道人或是志愿的工作者去做慈善工作，有医师，有牧师，有教育工作者，有各种农业的这个专家，然后受派到东南亚到中国各地去传福音。那他们就把所需要的经费都列出来了当天他们呢我不知道他们细节是怎么样，但是有的是直接用手机来填上他们奉献的数字，有点类似预定奉献不是当天就把钱拿出来。我说我要预定奉献10万块，他就把它投进去了。那累积有人可能用手写的支票，然后他们就这样子把它齐起来。他们最后呢，就是在这一个荧幕上跑出了这个数字，它总数叫做297万5530块。那这个数字不是台湾钱不是台币这是新加坡币。我刚刚请谢牧师帮我查一下，说到底台湾跟新加坡的币值是差多少？查一查，原来新加坡钱1块钱换我们23块，23块，那就知道说200多万乘以23多少？他每一年就是大家同心为这个宣教事工来做奉献，而且真的出去。其实牧师最近也觉得很感动，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位恒清兄，今天有没有在这里恒清兄最近都到泰北去传福音因为他的亲人在那边宣教。那首先是从我们的西道小组说，他们那边有一些算是孤儿或是难民的孤儿，从缅甸跑过来的，没有人照顾，需要一点点生活的费用，所以由西道小组扩大到牧区，他们为他们一个小朋友1口多少捐200他也在我们的基甸牧区分享。哇，我们基甸牧区的分享哇不得了，就回应更大大家已经约好了，听说今年暑假对不对？5、6、7月准备组团组团要去那边宣教要到泰北那边。当然第一次可能有的是去做服事，有的去参观他们那边的需求啦。那上个礼拜教会小会也通过了，说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事工，那不只是小组或是牧区，
如果基督徒，我们弟兄姐妹觉得你赞成、认同这样的事工，愿意也参与到，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宣教基金的专户，你可以多少200块也可以，1000块也可以，来参与这个捐助跟奉献。那对宣教的奉献，我们看到了好像他的钱的价值就大大的升高了。所以耶稣就讲啊，一个人为了金钱而有牺牲到自己的生命多么的可惜！因为任何的财产都救不回一条生命。那我们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奉献拯救了一条灵魂，那个是价值是无价的，比任何世上的有价值的金钱更多。但是有一个变数，魔鬼撒旦他最恨有人从事传福音的工作，有人捐钱要为福音工作，所以撒旦呢极力要破坏、扭曲对金钱、对奉献的看法，是扭曲不是你没有钱，是你不想，因为魔鬼会引诱你说：“哎呀，不要听牧师讲那个啦，那没有用，钱自己用最好，不要拿出来。”他会用尽千方百计要引诱你对金钱的看法。因为为什么呢？他为什么要阻挡呢？因为上帝能把我们奉献的金钱变成存到永远的灵魂呢。把金钱奉献给教会或是福音机构，就象征着很多灵魂会得救嘛。我们每年20-30个弟兄姐妹受洗，难道不是每个弟兄姐妹参与在里面吗？那些灵魂的拯救，就等于魔鬼他的势力范围被消减了嘛。所以上帝的国度会更被扩展，黑暗权势也随之瓦解。我们看到美国一位出名的牧师，就是美国这个德州的一个天门教会的牧师，他叫做罗伯特·莫里斯。他讲了一句话跟这个有关，他说：“奉献对地狱有大威胁，魔鬼对顺服圣灵的奉献是深痛恶绝。因为每当顺服圣灵奉献的时候，表示黑暗国度正一步一步的被削弱。”这位就是罗伯特·莫里斯，他常常在 Good TV 里面讲到我跟谢牧师很喜欢听他讲到，因为有中文配音而且配得很好，觉得好像比他原文讲还好听，而且不用那么累要看字幕弟兄姐妹，当你为宣教奉献的，请记得，耶稣使水变成酒，使灵魂得救，是永恒的，这是美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怎样去衡量你的内心？当你一个念头出来的时候，魔鬼可能用另一种方法给你阻止。哎呀，我这个钱要缴什么的，缴什么费用奉献出去就没了。本来要吃一顿好吃的，哇，奉献了就要吃泡面了，哇，很多事情都是消极，阻挡你奉献。请记得，魔鬼绝对不希望你在财务上得自由了，他最好是你很困境，因为你财务有困境，才会去跟魔鬼打交道嘛，对不对？把灵魂卖给他嘛，所以他不希望你得自由、得祝福，他会想尽办法让你不要11奉献太笨啦，钱不留着自己用干嘛？好，就用这种话来酸你，来亏你，叫你不要做其他的奉献，因为这样你就不会在财务上得到上帝的祝福啦。本来我们是要领祝福的，魔鬼讲用人的私心把你斩断了，说这个不用。我甚至还碰到一个教会因为他们基督徒他们的会友财务不错，所以奉献教会的金钱都很够用，每一年都有结余。竟然在当中就有人有这种话啦，说哎呀，不要把钱奉献啦，反正够用啦，存在自己身上不是更好吗？竟然发现有一次教会的整年度的奉献竟然红字就奇怪，这间教会的会友经济很好，为什么会红字呢？因为他们就听了一些话，而且一些那个误解或是毁谤的话，说哎呀，那些牧师啦、长子啦
啊，哪些钱去吃吃喝喝啦、办活动啦、去旅游啦，啊，不要奉献啦。听起来好像理直气壮，其实是魔鬼的诡计，因为他不让你奉献，是因为他不让你得祝福。请记得，从第一讲到第二讲到第三讲，所有的经文都告诉我们，神已经为你预备好。当你乐意、甘心乐意的时候，他不会亏的，他不会亏欠你的，他是加倍的，或是丰丰盛盛的，是上尖下流的，是满满的。因为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神就用量器量给你，越大的他就量越大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3个讲章一起合起来，我们看见神把这个最隐藏的祝福就放在每一位弟兄姐妹，因为他不是你欠缺的时候还要求你奉献，而是因为他要让你富足，有能力奉献。哪一个基督徒讲说啊，我就要贫穷啊，所以在神面前什么都没有，在人面前我什么都没有，让人家觉得我很高贵、很清高？圣经没有这么说。神给我们富足，请记得，他不是让你炫耀的，也不是让你在炫富的，而是让你责任更大。因为我有能力帮助别人，我就会做更大的事嘛。就好像你的才能、你的恩赐多，你就锁起来了，你就不用了。就好像一只刀子本来在切菜的、切肉用的，你很舍不得用，就把它存起来，到最后生锈的刀，跟常常磨、常常切东西的刀，哪一个刀好用呢？弟兄姐妹，请记得，不要被魔鬼的诡计所引诱了。我们要让神的福气上尖下流的在我们每一个互强人当中。最后，牧师要分享，之前曾经看过一个演讲，那个演讲他讲的当然不是直接针对基督徒，不过讲的他的想法很对，所以我用比较属于教会的氛围来分享这个教导。他说，你要记得教导你的下一代，你的儿女要存福气的账户。存福气的账户，什么叫福气的账户呢？我们来听一下。他说，我们这个世代很多人家庭很有钱了，但是看见很多下一代或是下一代就把钱都败光了，因为这些有钱的家人很努力的家庭丰盛了，但是没有教导孩子去累积他的福气，累积他的恩典，所以一直消耗，到最后呢，孩子把那些福气都用掉了，所以再大的家产就会败得一干二净。所以我们基督徒很重要，你要教导你的孩子储存福气的账户，因为每一个人生下来，神都预备我们这样的福气那我们这个在众多人当中，我们怎么样让它能够一直保存着，而且会累积更多？那就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请记得，这4个账户，第一个就是有奉献之心的账户。这个福气是因为你愿意奉献，你愿意奉献。行善跟捐助就是在营造福气的账户。这个前面讲的就是在讲这句话，因为你愿意捐助别人，不是你少了、减低了，而是你累积的更多。这是第一个福气的银行的账户，是奉献的心。弟兄姐妹，我们要教导小孩，平常就学会关心别人，愿意捐助别人，愿意奉献。我还记得小时候在小学的时候我们常常不是有那个特别什么奉献，还有什么黄劳邮票啦，还有什么什么爱盲邮票，而且如果有捐的人，老师还会给你奖励，对不对？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在训练我们成为一个关心别人、爱心的奉献。那我们这几个礼拜所讲的，就是在讲这个点。我们把福气存在天上，把这个福气存在上帝那边。因为人一旦尊敬这个天，就是尊敬神。他一个天两横，那两撇，
如果你不敬天，就变大了。那个第一横就删掉，变大。大是什么？就人自高自大，他不尊敬神。所以我们从小要帮助小孩养成这种慈悲、乐善好施的精神，因为这个福气会留在他身上，而且是一生的。记得第二个，我们要珍惜福气的账户，就是储蓄的习惯。你要操练一个知足的心，守住钱财的概念。弟兄姐妹，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家里都在教了，但是要教得很彻底。第一个，储蓄养成这种习惯，不要让现代的孩子、儿童，他们不缺什么，他想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我要很多贵的玩具，我要多贵的一个游戏机，你就给他。他根本不知道那个钱的价值，他只知道想要拥有，然后一直消耗，一直消耗。有人这样说，如果像这样的话，你不养出一批败家子，那才怪。所以有储蓄的观念，比如说今年春节，你的孩子得到多少压岁钱？有的妈妈比较有那个概念说，来寄妈妈这边帮你保管。这个固然很好，但是更好的是什么呢？教他怎么运用。你今天这个今年收到几千块的红包，你怎么运用？要教导他学会储蓄，会存钱，哪怕一天拿100块来储蓄，就让他有守住钱财的概念。所以这个叫珍惜你的福气，这个账户。尤其我们现在的小孩有时候都不缺。那父母亲呢，从前很努力，很怕拼，好不容易存了一些钱，为了显示你的爱，或是显示你，你看我有所成就，就用金钱来满足孩子的需要。没想到你是在害他，因为他没有去经历到钱难赚的那个经历。所以有的家庭呢，就训练小孩，你要得到这个经费，你要去努力才有给你。不是没有这笔钱，是因为你要知道钱很难赚，钱不是很容易平白得来的。所以第三个是什么呢？要有投资的概念。我想教投资不是牧师的本行啦，是投资人际关系，要投资下一代，投资年轻人。换句话说，有钱你怎么样去投资那个股票啦、基金啦？大家这个知识很丰富啦。但是我们要另类的账户，就是对福气感恩的账户，另类的投资账户。在年轻的时候，牧师鼓励你一定要教导你的小孩要投资人际关系。我们看到现在的年轻人有一种很奇怪的，或者说比较普遍的特性。比如说我们带着小孩去某人的家里面，好了，他好不容易跟你来已经不错了，好了，到人家的家里面，连叫一声伯伯、阿姨、叔叔都不叫，就躺在沙发开始玩手机，然后又走了，吃完东西走了，也不说再见。我觉得我们父母亲一定要教导，不是说硬要着他，是因为他在投资人际关系，你知道吗？有一天，这些人脉就是你最好的银行了，最好的账户。所以我们真的很鼓励说，我们教导我们的主日学生、我们的青少年，看到长辈看到牧师平安，不是为了赚那个平安是因为你这样做，你会发现你以后的人际关系就非常的广阔，你的人脉账户就很多。你知道出社会都需要这些人那你现在没有那种力量，没有那种营造，你以后怎么有那么多人帮助你呢？那当一个人已经成长了，他自己本身会赚钱投资那个能力是大家都在学习的。但是当你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当你到一个程度，你要学会投资下一代，投资年轻人，就是栽培造就这些年轻人，让他们跟你一样为主所用。我们今天有青少年到这边来带领我们的唱诗歌，
我们要让他们机会，让他们舞台，让他们知道说，哎，我是一个能贡献，我能够服侍神的。当年轻的一辈，我们在迎接50周年的时候，我们青年一辈已经出来了。我想，我们做长老的、做长辈的，都觉得心中很安慰，觉得我们投资下一代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是有无限的将来。所以第三个叫做投资的账户，最后一个账户我们也很常听到。所以要教导我们的孩子有这4个账户，就永远不会缺了，永远不会当败家子，也永远不会说富不过3代。第4个就是正确的使用福气账户。换句话说，那个消费观念要改变。消费观念不浪费，是把钱用在祝福别人的身上。前2天看到一个新闻报道，我觉得很吓人啊。说从2000年开始，世界兴起一种叫做快时尚，大家听过，年轻人都听到快时尚。听说一件衣服我穿了6、7次就不想再穿了，就丢了，这叫快时尚。所以那些工厂，特别现在中国大量制造新的衣服啊，1个礼拜就一种新的一套衣服，那我穿完了就丢，穿完了就丢。然后他们把它丢到南美洲，不知道什么旷野、沙漠的地方，整批都是垃圾。要清掉那些垃圾，不知道怎么办。这种奢侈或是不正确的消费观念，会害死我们下一代。其实我们台湾就常能看到，有些富2代开了名贵的进口的跑车，突然间撞了，哇！整来好几百万、上千万销毁掉，你也看到他不感觉有任何的感觉不舍，他再换一台就好了。你觉得这种人可以再继续富下去吗？他对金钱的观念已经都扭曲掉了，因为他伸手就有，开口就有。那你怎么样让他能够继续成为一个继续像巴菲特或是像洛克菲勒一样，好几代都一直在社会上有影响力呢？所以，当人对奢侈品、对高贵的东西不会觉得动心，那你就是一个珍惜的福报、珍惜的福气在你身上。弟兄姐妹，期待我们家的小孩有这4种账户，在小时候就养成了。第一个就是奉献的账户，第2个是储蓄的账户，第3个是投资的账户，投资人际关系，投资这个年轻人的账户，第4个就是一个勤俭的消费的账户，不会随便乱花的账户。弟兄姐妹，愿这3个礼拜来我们所分享的神的给牧师的一个任务，就是说，牧师，你当教会的牧师，你有责任将这种福气分享给基督徒了，分享给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神预备的恩典你不讲，就是你的缺失，你的失职。所以我们最后期待说，我们的富强人都是富足、丰盛、蒙福，强于奉献行善。我们既然叫做富强嘛，富强人就是富足、丰盛、蒙福，强于奉献行善的基督徒。愿神在财务上让我们因为这样的观念的改变，不被魔鬼所歪曲，我们就成为一个在神里面丰丰富富、丰盛的、有丰盛生命的人。弟兄姐妹，今天我说我们是妇女主日的因为我们教会已经没有妇女团契，没有专属的姐妹。本来我想说，应该3年小组或是我们的信会小组姐妹，还有我们的保罗牧区有姐妹小，应该安排一个时间姐妹来服侍才对因为我们时间准备不及了明年有机会再来。不过今年总会呢特别发了两个曲目，就是今年在关心巴勒斯坦。你知道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现在跟以色列打得死去活来，很多妇女在那边受苦，小孩更是可怜，没有医药没有足够的饮水，没有足够的东西吃。那我今年为巴勒斯坦的妇女来祷告。那有的宗会呢，是像昨天我们就在东门教会
台南中会，有的中会是今天下午会举办一个妇女代公祷日。那我们用这首诗歌，他们联合用网络所录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很特别哦。我们教会的信理老师也参加在里面唱歌。你看看那首诗歌里面，他有没有在里面哈？那个画面很小啦。这一首诗歌叫什么呢？叫做我劝你们哈，我劝你们。我们安静来听，用这种诗歌当成我们的回应诗。可以播放了哈。歌词在我们周报里面。这是英文版的。मैं जो प्रभु में बंधुआ हूँ, तुमसे विनती करता हूँ कि जिस बुलाहट से तुम बुलाए गए थे, उसके योग्य चाल चलो. E ba le boikokobetso le bonolo ka nako tsohle, le mamellane, le be le mamello ka mehla ka lebaka la lerato la lona. Pene a e ra watoro. Mate mataki te kai oki, kia wairai te tao kota ianga a te vairuara e te ruru o te au. Vienas kūnas ir viena dvasia, kaip ir esate pašaukti į vieną savo pašaukimo viltį. Há só Senhor, uma só fé, só batismo. يوجد إله واحد وآب واحد للكل، وهو سيد الكل ويستخدم الكل وهو في الكل.我们的心理老师挂了一个耳机，有没有看到？好，时间还不会太赶了哈。还有另外一首是巴勒斯坦的儿童，他们唱了一首叫做《和平之主》，我们也用这首诗歌来成为一个关怀巴勒斯坦的居民他们的平安哈，为妇女来祷告。我们用诗歌来表示我们对他们的关怀哈。再播放另外一首《和平之主》。
这3个就是我们台湾的童工。是用巴勒斯坦的语言唱的一首诗歌哈，可能我们大家的观念以为说以色列人信耶稣的很多，其实以色列人是信犹太教，反正是巴勒斯坦的很多基督徒。如果你有机会到伯利恒，就是耶稣诞生的地方，伯利恒有很多巴勒斯坦的基督徒，所以他们现在在战争当中哈。其实我们知道哈马斯他跟这个以色列人打起来了，但是最苦难的就是这些百姓哈。我们为他们做祷告，求神怜悯啊！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父神感谢你，我们今天透过使贫穷成富足的主题，跟我们分享了神的话语。你隐藏的祝福是那么好，那么美好，那么多。当我们改变了观念，愿意以奉献成为我们对神的信心的时候，神的恩典就更多，不是一种交换，而是神要让我们心甘乐意成为神福音工作的同工。主啊，我们也今天为巴勒斯坦来祷告，是因为这个种族、这个民族遇到了很大很大的危难，他们遇到很多的战争，很多的痛苦。求神怜悯，让国际社会有美好的协调，让战争早日止息，巴勒斯坦的妇女、儿童能够得到保全。也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成为神所使用的仆人，愿意为神的福音摆上。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